各位乡亲，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希望大家按热心来推广研究客家白话语文。今日要同大家共同来研究嘅回顾复习报道第68篇，这63栏一个客家食谱料理嘅名词，以及简单的解释。一时一语对照提供供各位乡亲大家共下来研究客家白话文。头下呢，同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就是讲客家白话语文嘅文史嘅文化嘅研究同探讨嘅范围到底有一大嘅安尼哈。希望各位乡亲研究客家语文白话文嚟講是呢。記得大下一共有一個3-4頁，也都我哋略嘅來記得來研究安尼哈。第一個呢，就是講客家嘅上韻調嘅研究我哋做研究。上母、韻母一個上調到底有一道嘅安尼。第二個呢，客家嘅語文嘅詩。我哋做研究，不同族群有不同嘅語言，也有不同嘅詩語嘅出現咯。所以講一個詩用嚟寫，會講就會寫會談就會嚟講安尼。第三呢，就是聯吟詩，聯吟詩其中一個客家菜嘅料理一樣哦，能有聯吟，能夠增加語言嘅味。一個好處好談嘅素材會做出來，所以聯吟詩在一個客家傳統詩體調地度裡，老山歌山歌子平板手調一定要用到聯吟詩聯吟詩。同時一個講笑說的呢，也係講笑話團練嘅也要用聯吟詩，同時要有一個韻母嘅應用安尼哈。第四個呢，就創生詞，佢特殊嘅素材一共有11種那11種呢，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嚟到去了解安尼哈。第五呢，這個戲詩語音一個意思係在呢這個，乜嘅呢？戲詩用義工談嘅大部分都係戲詩，用木竹看嘅呢，叫做實體詩所以乜嘅呢？義就是義工堂嘅最講嘅，按個三民主義義呢，就是文義，也就是木竹看嘅木竹看嘅用書寫嘅，也係畫嘅圖。客語戲詩語音嘅解釋係樣嘅，頭頭所講嘅一個用義工堂嘅，第三堂、第三堂、第四堂都係冇相同嘅意思所以希望。一個各位鄉親大家多多推廣，多多了解。第六，詩語嘅文化一個在個讀書那個初中時節看到那個像柯啟華先生嘅一個文化書面都講我哋客家話嘅詩語文那個話也係有文化嘅純菜所以寫為一本客家詩語文化嘅一本書一個這個資料全部地度裡都有講出來。客家文化和一般嘅語句嘅用法唔一樣嘅，客語各類嘅創生詞嘅性質形狀係用嚟寫用詞去研究。第九呢？具體語言嘅研究大家記得咯，一個評論家必須挖掘但是必須挖掘嘅中間同所講嘅話嘅內容要配合那唔會講可能你再可能唔會看安尼所以具體語言在一個演講比賽非常嘅重要其實客語譯成那個國語，也係國語翻譯成客家話嘅文章，應該有整理出來俾大家參考，提供俾大家參考。
第11呢，客语嘅感叹词，個語尾詞嘅用語啊，也係神奇有教喎，嗬。所以講啊，講做話語有神奇啊，感嘆。痛苦嘅時節用嚟表現，像哎呦哎呦喂，對對，各出現不同，嘆詞又不同，咁按呢客家話就講，佢痛苦嘅時節個哎呦哦，咁呢，也就講啊感嘆詞嘅研究。第15呢，嘅罵人嘅話語啊，也有整理出來，ที่一個啊18話啲得咯，咁冇本人罵這個都唔對哦，罵到人也係唔對哦，所以第13這個形容詞有整理出來，形容也係非常嘅重要哈。其中什麼生來有腳腳個，看來有等於寫個，嗰個話語啊非常好安尼哈。第14其他語言嘅飛聲啊。南音北音各方面有乜個不同嘅素材啊？大家要注意一下。第14語音飛聲一個啊，大家可以嚟參考。咁個語句形態錯記有個應用一個文化地圖裡有關係嘅問題。第16呢，綜合客家語音容易唔錯嘅素材啊，先將愛人就講男人一個嗰度有個啱咩就啱嘅，我變成一就嚴一個有10個嘅地方嚟注意嘅嚇。17呢，擬輔用詞也就係過去在一個其實語言啦嘅嗰樣嘢好嘅呢，所以上課所用嘅詞句本大家都記得，因為一個語言可以講啊。應用佢重要，前陣講啊，做醫生唔曉得講客啊，到客家鄉親來門診嘅時間呢，可以發現腦子可以好難嘅素材啊，也係冇辦法了解情況，前種鏡頭講簡報安尼話，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大家一個做乜嘅就搶乜嘅，做醫生呢。免不了有客家嘅鄉親，所以客家話語要了解一下。嗰位18呢，就係講客家童言嘅一個教啦、醫啦、讀啦嘅文化嘅用詞頭版。19呢，古音詩、破音詩、複音詩、複合音詩、客家外來語等等嘅研究。第20一個客家詩人南北語言嘅都比較，不同地方不同族群，有不同嘅語言，所以各位鄉親大家了解嚇。第21呢，就客家詩人嘅單位嘅名詞，就一宅一咧一個親像一個苗栗方嘅太湖方面嘅鄉親啦，一家人，但是。應該講啊，一責任，但是南部鄉親呢，冇辦法接受一句話喎，21客家嘅單位名詞，一斤兩斤啦，一隻牛尾啦，一頭啦，也都冇相同，也不同族群單位嘅名詞也有不同。其實22呢，俗語、諺語、歇後語啊，也各有意思嘅不同。第23呢，就是讀嘅、說嘅、講嘅、唱嘅、唱嘅念同吟詩嘅應用嘅冇相同，反而應用冇相同，所以我在教會100空白班嘅中間呢，我所教嘅就是會講客嘅鄉親，但是會講唔會寫，所以要寫3冊書一個上課所用嘅。後來我哋又進入本題，一個客家食譜料理以簡單的解釋，一詞一語對照錄音，提供本各位鄉親來了解。第14就濕東西濕，濕物以清水用清水啊，
各个班上说的个杀，这种杀把个身体啦，一个声音拜拜嘅用嘅啊，声音一个杀冇杀把全数，这个杀的时间呢，但是这个杀一个中呢就会杀把个全数嘅哈。一般来讲，就杀只有8分数嘅，少就少思拗少第3章，食物병入清水滚水地度里，水马上一下位就響起來，個像濕透菜少透菜少臭呢，食物병入一個熱鍋嘅地度里加一些咧油也係水是以熟。炒肉絲、炒菜一個炒熱火碗就食物以滾水加了長時間呢用細火嘅來就準備麵爛也係搞碗，所以個有人買人個現在碗搞表示講時間要清長碗搞。碗叫狗、虎狗，嘛個約狗嘅地位一個鳳肉嘅鳳按河洛話講空吧碗，但是唔是自然，有鳳胎個鳳嘛個呢，就係講豬肉講胎鳳、小鳳一個鳳呢。用一個新鳳嘅鳳來作為熟食，各位鄉親，一個絲有那個關於講就臭別字，也就完全唔錯嘅。熟絲就是他個強勢嘅那個正確嘅絲有3種還有固音絲啦，叫做破音絲啦，有幾多種一個鳳肉嘅鳳熟絲是用鳳絲，它個共同認識了解嘅，用新鳳嘅鳳也可以。煮就是食物병入清水地度里加火，加一個火使之滾熱滾就咁暖水同煮水又不同一個煮水一滾。暖水少不少，所以講唔好講煮水伴阿公洗身講暖水伴阿公洗身暖就是煮熟嘅以後冷起嚟，再用加一個火講加火先會燙加火熱來使之穩，但不滾，唔會滾唔是滾，不再加皮料，就暖水，菜呢暖熟了煮以後冷起來，再嚟煮熟都暖一個鐵板燜一個半熟嘅食物與皮料配合，整理好再蒸過，是不熱。就經常講燜飯乾啦，燜豬腳啦，一條燜起來，燉就個抗凍時嘅像碗啦，抗嘅鍋中用水嚟做滾水，準備滾燉布用燉起來那個燉那個燉布。再看到第10泡被鋪向前講泡一個食物加粉類一個油滾嘅油之中使之一個熟，就像甜不辣南方人講跨地被鋪向前講泡一個就像一個演習一個溫粉一泡真好食，就講跨地，南部講跨地，整
食物置于水上啊，使用蒸汽使之热，叫蒸甜板啊，蒸起来个啊，蒸这个硬起来以后呢，食物个就讲蒸或者说12呢，流又从流流过也是流过有两盐哈，食物蒸熟了以后硬起来，蒸甜板后再蒸呢这个。蒸同流也两个关键是相同啊，蒸流像啊客家话冇相同啊。蒸就是蒸不熟，流呢硬起来啊，就像甜板一样啊哈。再流一下，表嘅是油，再流一下哈，流相同。煎煎好嘅该油是熟哈，煎油啊。从油煎啊不同啊哈，一个各位像煎煎油啊，煎油就是皮猪肉使之在用某个热，使之走出油出来。油煎咯，油煎就是现在用饼油下去煎安尼哈，再看14学个五个女啊，冷起来以后啊，再试来试的呢，学会再来煎一下，但是唔是饼油饼料哈，所以煎同学嘅两个呢，同温那个蒸同流，煮同温，煮同暖，一个一些三方啊是相同的。一个冷起来，变硬起来啊！一个学呢就冷起来，再用加热下去啊，也就按照学。第15，炸个皮猪肉炸出油了俺能讲煎油，但是个花鱼、桂鱼啊，是讲炸这种泡。意思不相同一个炸，一个桂圆炸呢，就是嗰多油东西放下去泡，也是泡安尼哈，所以一个华语同客家话冇相同。炸油就是皮猪肉炸出油啦，煎油又讲煎油。第16，煸薄以压煸。泡个肉呢，用强火，用最强的火使之熟啊，这个煸麻油煸麻油。第17呢，就爆熬爆太快的肉类用强火来使用爆鸡肉用爆起来嘅太快嘅，小块嘅呢用煸。第18，录火视频加上录个录这板条里呢，又冇讲煮板条讲录板条录板条，录板呢板条，你煮个脚，用滚水加下去，录加嚟就可以录面趴板面趴板，南部讲面趴板，北部讲板条。两个都炒，一个板条是切好嘅，面趴板呢是唔前切嘅所以南部讲嘅面趴板就像面趴位一样板条就是切下来一条一条安尼。第19，行一火视频做的行一个就是食物置于火和炭火上面使之熟行眼前那个行，按个炸茶嘅炸炸药嘅炸食物加水以火中嘅用火炭用文火使之滚这种炸茶啦、炸药嘅啦就也同蒸酒嘅酒个上签嘛一只事第12，煲食物用水。一个那个铺路滚铺路一只事呢，就佢一个要讲
用金阳合适哦，提拔个五事改成果事，也就是个复杂。就出讲啊，普罗啊，普罗，但是也还就感谢个火事加上普事，剥东西啊滚啊，个剥蔬菜喂，剥番薯壳，剥乜嘅东西啊哈，剥起来。啊，胃呢是不用于热会之中是熟啊，是不来熟，就叫胃番薯。胃番薯就是大叶味，哦，大叶味用个热的奶呢，盐放来，也係火勢大下嚟煸熟啊，就胃煸熟啊，胃個火勢片加這個胃個胃，啊飛飯的飛，火勢片加到飛啊，客家個少啦，嗬，飯煮好以後調料，這個調理好嘅。再加上料理搅啊嘞，哦，搅夾啊嚟食的，就一個飛飯呢，好多方面嗰多，客家嘅嗰少嗰個飛飯，啊，但是一個關於講外燴，去老闆做啊，一個我做食的人去老闆做外燴，安尼話，啊，安尼客家話就講。老闆煮嘅啦，嗬，去老闆煮飯，啊烚和醃烚，嚇烚，要吹掛類啊，要鑊中，要鹹蓋鹽加溫煸熟啊，就烚，啊，人我有人講啊，烚面上打，個烚呀，火勢片加的烚上嘅烚，啊。個烚面上打就是水氣來上打就講好。按客家話有講啊，烚本人烚頭絲是乜個意思呢？這本人開唔是嘅意思啦。烚頭絲從寫下那個烚頭絲安啦哈，本人烚頭絲。25糖啊糖類。一個肉啦、菜啦，加上水來煮滾嘅一個糖，同米又冇相同。米呢冇加水嘅，啊，就菜那個頭那個快菜啦，烚咧出嘅東西就米同糖冇相同啊，各位鄉親大家注意一下，糖同米冇相同。按講人講啊，乜個米絲，就用最熟的人煮得嘅哦。但是關於講味道是用皮嘅，冇相同啊。味啊，關於講味，客家話個米也冇相同。薑啊，GEN 薑啊，一個瓜類啊，加上豆腐啊，鹽糖。來醃，來講嘅香港嚟叫味以後呢，前後食嚇，就薑黃梨啦，啊薑瓜啦，啊薑乜嘅東西，薑菜啊。第一個是薑是指大部分是瓜水果類嘅。第25醬菜，頭先講醬菜同醬菜冇相同嚇。醬就是菜類洗乾以後，可以乾嘅地度裡來保存。那多醬啊，嚇多醬，豆芹啊，芹下來個芹啊，芹一個講醬啊，頭上大下，腳上蛋糕，人哋講醬菜。就是講乾呢，等到頭插把在個肺腑度裡脫水啊，漿啊，滷那個滷3點就講做一個不滷嘅滷哈，唔淨做熟嘅東西啊，做半生熟，用鍋類也好，加鹽來保存啊，就滷豬肉、滷雞肉滷起來嘅哈，一個
立竿呢，用沙板上所嘅肉嘅，嗰啲加鹽，曬乾保存用嘅立嚇。有人立竹竿，有人罵人講，現在本人立竿啊，也就表示講啊，本人一個不好嘅影響嚇。第31鹽生是瓜果類切得泡泡嘅，用泡鹽啊，用泡鹽。個泡鹽同泡同白意思冇相同啊，泡是由內向外，由外向內，就是說泡鹽。白呢，白干魚由外向內投入來嘅，哦，一個東西咱咪做出去，就白干魚啦，哦，個泡鹽冇相同啊，嚇，一個動作方向都好相反。一個鹽32鹽瓜果那個瓜啦，那個類啊，加鹽來鹽啊講嘅字到啲啊，嗬，鹽瓜哦，鹹瓜呢是白火爐花嗬，鹹講嘅鹹啊，哦，講嘅鹹講紅瓜。當然，一個前種透視帶，鹽透視帶嘅，一個珠峰路撇啦，一個竹筍嘅啦，黃梨啦，來鹽透視講帶，十分嘅感頭，好食的哈，一個個人狀嘅鄉親呢，也記得講啊，鹽透視，也有嗰種貼喎。貼透視講帶，鹽透視嘅時節貼把在帶下嘅，珠峰路撇啦、黃梨啦、一個竹筍嘅啦，一個十分嘅感頭有感頭。第33鹽都兩數字鹽芒來，慢慢呢，得下去，椰下去，跳數份嘅椰呢是椰。用手也好了，慢慢的得，有人口水人家講翻樣嘅咯，迄就落皮了啊，像種鹽米酥樣嘅啊，所以種嘅無嘅，種嘅食物呢唔會好啊，所以講啊，椰迄個同鹽迄個也冇相同嘅意思。第34綠山是由內向外安尼做啊，綠背山，種個人種個雞卵雞春啊吼，前個時間綠背山啊，先連手左右四肢分散啊，一個綠背山由地北向老北大人看呢，一個綠背山。按高背夾，絞夾，個以後絞個鴨夾，要向外向地度裡，同頭度講嘅綠嘅方向都好相反，都好相反。絞背夾，綠背山啊，按橋呢是上下，這種呢，橋一個麵條肉，呢食麵嘅時間，橋啊咧，由上從下反覆嘅使用，使之均勻就講均勻，一個橋背勻好，我再讀一遍，綠背山，橋背夾，橋背勻好，第37，拜干魚頭都講啊，拜就是拜拜嘅拜，一個拜出去，拜干魚，用平大嘅魚啊，本魚啊，拜魚由內向外來比較，就拜魚，一個拜魚呢，關於講波子，實際上嘅通俗嚟講啊，是呢，我用拜東西嘅拜啊，但是關於是用波子。
大概都用一个诗的啦哈。泡盐是不加盐，本来相爱这个白同泡头都讲过的哈，一个相同啊。再看一个足啊，有個促啊，用牛奶講呢上下正通啊，正通一個就促加咧，促加咧，因為用種促加呢，一啲鹽水都到幾個時節變成個鹽個鹽開個鹽稀釋一個酸油池也有其是这个水压工的酸油池，这么是不止好事了哈。就蒜头加上头油，加上七千茶，再加上一个醋一个俺们客家话讲七千茶，河洛话讲九千茶，高碳茶冇相同哈。第四遍、四十遍嘅姜汁。是糯的姜用个糯下的糯油形成个面加头油加上吃形成一个瓦萨比样的温好一个就讲到这个温同酱有冇相同温就是左右的意思，酱呢是一点半个点但下个呢个图是第一个就是温暖。料加铁漢料以作為中嘅食材有好食，主要以使用糯米用米同嘅薄絲米，再加上相等嘅肉料作為真好食。再看呢烚三鮮呢，用一個白上熟嘅一個白嘅方式像按呢一個頭拿向地擺向上面。個係祖先嘅時代，做有肉中間嘅各位鄉親，大家記得做有肉中間嘅一個再看下來嘅發辦，有人白辦白辦硬起嚟以後呢，再溜過，就也係個溜不完一個通上，即真白辦。同個整天辦嘅時節啦，一個細年嘅三區也係早頭行會講米一個本人講所以嘛，我變話呢辦唔會發咧，1、2、3、4有4空發辦，一個燜豬腳，一個廉價溫暖嘅廉價豬腳，燜嘅豬腳呢十分好食啦主要是料頭。一個料頭非常的好，所以各位鄉親大家一個主要的食物喺度裡是豬腳冇錯，但是一個料頭溫料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哋做事情做乜嘅事情嘅時候，要注意到主體同那個幫助嘅主體來一個講究一下這核心關於講嘅核心嘅比一個分點樣嘅，已經très相同但是因為揀貴咯，因為狀況嘅問題一個面子，再看到一個組頭，那個南北組頭冇乜相同，那個標題嘅組頭呢，我哋客家有大鑊同細鑊到中間，同大鑊唔成罐，細鑊泡罐呢，也就講我哋南部嘅一個用語北部呢一個分開嚟一個兩個組頭冇相同。對嗰個嚟講酸吃同一個酸油吃頭都講過嘅。再看一個大廈嘅一個細路肉料理，假使喺度熟細路，一粒細路呢可以生出雌雄同體，一個公嘅馬嘅呢同體，但是兩粒強下。互相嘅狗皮能有辦法生落，一生落呢30-40粒喎，所以講細路嘅繁殖非常嘅強細路嘅那個白細路嘅也有臭細路嘅嗰個臭豬腸臭僵屍一個這個美容方面非常嘅有名
祖上曹强时。最后一个呢是红高丽菜、红冬瓜，让个红各位乡亲可以加强来做研究的嘞哈。以上食谱就讲到嘅只个哈，希望各位乡亲先来听下嘅一个讲嘅以后，再来看文史也系注解，咱来看文章安尼哈，安尼嘅客家语文自然研究嘅在进步，所以冇像讲生意呢，晓得讲，唔晓得写，又咩产生了几多问题，所以教客家语言提嘅出来讲啊，晓得讲，就個練學習嘅部分。第二呢就愛到研究研究。第三呢就愛到運用。所以讀夠過以後，要曉得寫，要曉得寫之前，我先曉得看了曉得寫。國語文章同客家嘅白話語文冇相同，所以白話語文唔曉得講客家人啊，也嘅看白話文冇辦法看。讀冇看過白話文嘅鄉親，咪咩讀嘅國語華語文章啊，就看到白話文章，會看到怪樣啊嚇，習慣就自然了。所以不同國家、不同族群、不同地方有不同嘅語言嘅出現，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共同來研究客家白話文。以上，希望大家感謝你。再見。承蒙俺知識有中意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可以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